面上有暗粒痘人好困擾啊，諗起都覺得好煩躁。最近我就用咗 Cetaphil 呢3樣嘢急救，突然諗起有好嘢介紹，就係我手上呢支艾草綠泥棒啊。用法超簡單，用手擰開，棒狀設計，又唔會整污糟隻手。綠泥棒針對暗瘡，舒緩痘痘印，減少出油，毛孔粗大，質地好滑，容易推開。粉泥棒有助膚色提亮，淡化色斑，改善暗啞皮膚嘅秘密。只要敷15分鐘，話咁快就去洗面。睇下洗完少咗粉刺，即時令皮膚有返乾澤感。呢盒就係小藍箱啦，有5種神經酰胺，可以修復皮膚屏障，舒緩泛紅。夏天用都唔會覺得好立嘅，勁爽。而最後點少得用埋小藍箱，仲有埋個掛架，超方便，有深層保濕啦，連敏感肌都適合，同時令皮膚好似打咗燈咁，仲可以厚敷當睡眠面膜急救。用完皮膚即時飲爆水。萬寧已經有售啦，仲唔快啲去睇下？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